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5篇、何西雅书第5章第1到第15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第22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神迹。神迹是什么？就概念上来说，应该是人的能力所不能及，但是却透过上帝或是所谓一般的神明的能力，却能够成就的改变一般我们称之为神迹。但是以这样的概念我们来延伸的时候，一旦一个行为呢，它能够改变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重复的使用复制，这可能就不能再归到所谓的神迹之列了。如果有经常性重复性的医治行为，应该称之为医疗，而不是神迹。若是一个做法能够使人不断的使用被改变，那可能就可以称之为是一个过程，而不是神迹。那么我们用上面所说的这个定论来看，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什么是神迹呢？我们回到圣经，耶稣曾经说过，黄昏的时候你们说明天会好天气，因为现在天色红了。早上的时候你们会说今天会有风雨，因为天色暗又红。你们都可以看出天的景象，怎么不会看出这个时代的这个征兆呢？这是一种常识性的认知。耶稣基督他又对这一群所谓的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说，邪恶奸淫的世代要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不再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的人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4节。那么我们要想的是，约拿的神迹到底是什么？其实耶稣基督他非常明白地指出，因为约拿被吞到鱼的肚子里面去，3天后他又从这个代表阴间死亡的鱼肚子里面被吐了出来。相同的，耶稣基督也要经历被长老们、祭司长们以及经学教师的手中所赐予的苦难。第3天又因为上帝的全能而再度的复活，这是神迹。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说那一个世代的人是邪恶奸淫的世代呢？因为他们就如同先知何西雅所说的，他们背离了上帝，他们敬拜偶像，他们得罪了上帝，他们在上帝的面前犯了大罪。先知何西雅这样说道，所以我们要摧毁以色列，要消灭犹大。当以色列发现自己的病有多么沉重，犹大看到自己的伤有多么严重，以色列人就去见亚述的大王，向他求援。可是他不能医治他们，也不能包扎他们的伤口。
我要像狮子一样袭击以色列人，像少壮的狮子攻击犹大人。我要亲自撕裂他们，把他们拖走，没有人能够救他们。我要丢弃我的子民，直到他们知罪回来找我。在苦难中，他们会急切地寻求我。他们不愿意悔改向上帝，因为他们的心里刚硬。若是他们能够悔改的话，那就是神迹了，不是吗？是的，我们都知道，耶稣基督他降世医治人，行神迹。但是即便耶稣才刚刚喂养了4000人吃饱，或是5000人吃饱，这样的神迹却仍然不能满足这一些长老们、祭司们以及经学士们的扭曲的内心。他们心里扭曲，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，他们都把它歪掉了。也因此，他们就继续的试探耶稣基督。彼得在圣灵降临节之后，领受了圣灵的充满，在他的讲道当中，他这样子提到：以色列同胞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拿撒勒人耶稣的神圣使命，很清楚的是由上帝借着他所行的神迹、异能、奇事，向你们显示出来了。这是你们自己都知道，因为是发生在你们当中的。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和先见，早已决定将耶稣交给你们，而你们借着不法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杀了他。但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，因为死亡囚禁不了他。耶稣基督经历死亡3天后复活，就是神迹。如同他在马太福音所说的，不再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的人。或许我们应该说，没有再比这个更大的神迹了，没有比这个神迹更大的了。彼得还说明了以色列人所尊敬的大卫王，以色列的先祖，他这样子预言。彼得说，他是先知，他知道上帝对他的应许。上帝曾发誓要从他的子孙当中立一个王来坐在他的宝座上。大卫预知上帝的计划，所以当他讲到关于基督的复活，他就说他没有被撒在阴间，他的肉体也没有腐烂。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。我们都是这个事情的见证人。他已经被高升在上帝的右边，并从他父亲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。你们现在所看见、所听见，就是上帝倾注给我们的恩赐。大卫自己并没有升到天上，可是他说，主对我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屈服在你的脚下。所以以色列全体同胞啊，
你们要确实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了要成就上帝拯救的预言。这个拯救并不会因为撒旦的作为而受阻，因为救恩是为了那一些有病的人，为了那一些得罪上帝的人而赐下的。目的是为了让那一些得罪上帝的人能够悔改转向上帝。那么，如果人心能够不再刚硬，愿意悔改转向上帝的话，这不就是神迹，不是吗？诗篇85篇，上主啊，你一向顾念你的土地，你让以色列得以重整家园，你赦免了你的子民的罪，你宽恕了他们一切过错，你不再向他们发怒，你收回猛烈的怒气，拯救我们的上帝啊！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止息你对我们的愤怒。难道你要永远向我们动怒？你的气愤永远不止息吗？求你使我们再强盛起来，作为你的子民，我们要颂赞你。上主啊，向我们显示你不变的爱，求你拯救我们。我挺听主上帝所说的话，如果我们不再走愚昧的道路，他将赐平安给他自己的子民，他必定拯救敬畏他的人，他的荣耀将充满我们的国土。慈爱忠信彼此相迎，正义和平互相拥抱。人的忠信从地上发出，上帝的公义从天上显现。上主要使我们繁荣，我们的土地必定丰收。公义要走在上主前面，为他们预备道路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全世界最奇妙的神迹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与复活。几千年来，我们的福音越传越广，也因为福音的关系，让原本很多坚决反对的人都领受了上帝的神迹，生命被改变。当然，这也包括我们自己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